山乡间飘来温暖的木柴香，难得一见的大土窑是从原本一座小山挖出来的。李永新守在大窑前，正专心烧制传统木炭。白天我爸顾，晚上我顾啊。2个人轮班。对啊，轮班啊。锯开的相思木来自各地山林，一块块裁切后堆放进窑，等到烧制完成，得耗上2个多月。烧到会真的快抓狂了，知道吗？相思木烧制成的木炭是防潮的好材料，拿来2块木炭仔细比较，成品好坏立见分晓。这没有那么黑的，有没有？这个碳化不完全。对，碳化没有完全的，这个会冒烟。啊，这个不会冒烟。原本3万多台斤的木料烧成木炭后，重量只剩1/5，劳心劳力的成果竟然只卖得1斤16块。李家父子不赚大钱，只希望将老式的炭窑厂尽力保存下来，流传下来，让没有看过的人知道这个过程是怎么来的。梁柱上正字标记只画了3笔，代表还有20多天得熬。父子俩互相照应，守着共同打造的木炭的家。喊做 demo， 喊做 demo， 喊做 demo， 还可以吗？喊做 demo， 喊做 demo。